来看这嘉义县的这优莱亚产量是全国第2多，中部乡的酷莱亚产销班经过12年的试验，即摆也种出一种外国品种号做哈斯的酷莱亚。农民表示讲，这中部是全国目前种哈斯酷莱亚上界济产区，而且这口感甲气味呢，拢比进口的更较好。农民透过酷莱亚外口的地啊，了解目前生长的状况。这种合作哈斯的酷莱亚，干那150到300公克一担，真正拢需要为国外进口。嘉义县中部乡的农民配合农改场的技术，开12担的时间，即马总算甲种出来。我们做产期调节也好，做它的这个相关的管理，都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。我们把这个品种慢慢的驯化，然后已经开始在中埔乡已经开花结果，有初步的成效。这个产销班为2011年成立，都开始才14位班员，种植面积大约10公顷，按算明年会增加到15公顷。班长讲，这个酷莱亚甘油的量有20多度，比一般酷莱亚更较悬，而且较细粒，一般小家庭买起来较无负担。哈斯来讲，伊的优质真好，品质真好啦。啊，你也好好啊顾的话，这个品种是比咱台湾的佫较好顾、较好管理。伊会比咱台湾大粒的一般生较高。啊，伊的特别的好处就是较唔惊风台甲雨水，伊较袂老果。中部农会表示，市面上真侪哈斯酷莱亚因为是进口的，所以长时间的运送加减会影响到口感甲品质。即马达当12月到过当2月，嘉义县中部乡嘛有家己种的哈斯酷莱亚，然后消费者有别款选择，中部的农民嘛找到新的发展目标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